来看交通部的铁道局规划，宜兰到罗东的铁路高架化的计划已经通过环评，按说要拆掉9个并交道、4座桥来做整体规划哦。也毋过地方就要负担将近106亿的配合款哦。宜兰县政府是表示讲，因的财政真困难，望中央会当增加补助。记者会开到一半，并交道警示声就开始响，走哪放来。宜兰市后社路并交道附近有市场甲边缘，人甲车真多真塞，交通需要改善。那你会觉得说这平交道要高架吗？需要。为什么？不然会塞车。最后需要。怎么说？因为这边火车有时候班次蛮频繁的，有时候一等就要等三趟列车这样子。是。尤其若是上下班时间，并交道有当时就要等几60分钟才会当放车过。大家认为上好的方法就是铁路高架化。目前交通部铁路局规划，宜兰到罗东铁路高架化计划已经通过环评，进入综合规划阶段。要把9个并交道加4个天桥提掉，也过钱无够。铁路高架。中央增援，大车化铁路高架中央到3工的考核，宜兰铁路高架计划总工程费用501亿，地方就会负担要到106亿。宜兰县政府讲财务有困难，县府甲地委拢希望中央会当降低配合款，和计划会当推上。关于宜兰铁路高架的费用的确是偏高，那目前这个问题，行政院还在持续在严厉讨论中了。交通部是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督导的部会之一，行政院认为宜兰铁路高架化的地方配合款确实是偏悬，安怎协助解决？行政院怎么也搁伫咧研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